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澳洲社區快訊。打出實力，贏出智慧。年度矚目努力競技盛事 TVB 麻雀健腦大賽正式開鑼，首場初賽現已熱烈展開，現場氣氛緊張刺激，參賽者各出奇謀，鬥智鬥力，場面相當精彩。TVB 麻雀健腦大賽唔單止講求牌技，更着重策略運用、臨場判斷同心理質素。每一局對決都考驗參賽者嘅專注力與應變能力，真正體現努力競技嘅精髓。由起手佈局到中段攻防，再到尾局決勝，每一步都暗藏玄機。稍一不慎，形勢隨時逆轉，令賽事更具觀賞性。主辦單位表示，希望透過今次賽事推廣麻雀競技文化，讓更多市民認識麻雀除咗娛樂之外，同樣可以鍛鍊思維、提升專注力，同時亦為一眾麻雀愛好者提供一個交流切磋嘅平台。而家更加公開招募全城麻雀高手，無論你係經驗豐富嘅實戰派，定係擅長計算嘅策略型玩家，只要你對自己有信心，都可以報名參加，一展身手，挑戰更高榮譽。賽事設有多輪初賽，最終決出冠軍寶座，競逐終極榮耀。賽事獎金亦相當吸引，個人冠、亞、季、殿、軍分別可獲頒獎盃1座及現金獎，冠軍可獲2000澳元，亞軍1000澳元，季軍500澳元，而殿軍亦可獲300澳元，獎勵實力同智慧兼備嘅優勝者。此外，所有得獎者更將獲邀出席9月6日舉行嘅 TVB Anywhere 中秋嘉年華，同藝人近距離見面，機會難得，萬勿錯過。有興趣參加嘅觀眾，即刻去 TVB Anywhere 3 Zone報名，把握機會，踏上屬於你嘅競技舞台。